禮記大學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知之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持其國；欲持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成其意；欲成其意者，先知其知。知之在格物，物格而後知之，知之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